研究影片制造特效，影片要制作特效要怎么做呢？要分享哦，分享，然后选现实动态F 现实动态。怎么跑那么慢呢？实在跑太慢了。然后按特效，然后让你选要。要储存，可能是特效做好要储存。现在在跑就是在做特效。现在在跑圈圈。没有，是刚显示说特效有哪几种。文字的啦，花草的啦，还有像画框、艺术画框、心脏型的人物呢，还是神像、文字还有。这到底是要怎么做？分享到按下去，按分享到，然后它就处理中套用特效，速度要快的话就是安装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要少一点。安装的手机应用程式要少一点。真的嘞，有送出去了吗？分享出去了吗？你看手机程式 APP 太多了哈，所以操作比较慢。要操作快的话，手机程式 APP 不要那么多。文学艺术啊，科技啊，健康啊，很多种类别，技术类的、艺术类的、科技类的、科技艺术、健康。按这个 F， 按这个 F 看它。发布中了，你看的是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影片的小画面，新颖的8骏马，它显示说发布中了。你看右边有圆圈圈在跑了。Facebook 都帮人家做那个纪念影片，很有创意。一艘船呢，一只小船呢，然后上面做了一个，很有创意哈。然后看得满意，让你说，发布跑圈圈已经跑完了嘞，发布中，右边那个圆圈已经跑完了，跑好了，那个连接在一起了，没有断，没有缺角了。正在新增现实动态，那也是要等一些时间的。好像还有一点点缺角，要很注意的看
白色白白的，很少，不是没有什么。哦，那等它动态就发布完了。啊，原来那个叫百合哦。哦，又是电脑工程师，又是书法家，又是歌唱高手，还要到道场去讲。哎呀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智慧真高。看，好聪明啊，智慧真高，还会这样用，好聪明啊，智慧真高。哎呀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智慧真高，还会这样用，真高，聪明真高。减少有害蓝光，眼睛看久了会酸涩啊，像干眼症。原来就是用看手机的字太小，看太久。哎呀，要这个放大的效果的镜片呢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好有智慧，好有智慧。以前看电视的时候，就是也有卖这种镜片的，卖这种保护镜，抗辐射放大的。现在手机也可以用呢，好聪明啊，智慧高啊。新增现实动态要这么久哦。